大家好，歡迎嚟到思睿 Keep Going， 我係思思。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講一個你以為好熟，其實未必真係了解嘅人——巴菲特。我哋成日話佢係投資界嘅傳奇，係股神，但好多人忽略咗一樣更難得嘅嘢，佢同樣係一位成功嘅爸爸。咁3個仔女未必有佢咁耀眼嘅名聲同財富，但係佢哋活得幸福，事業有成。對一個父親嚟講，呢種成功先至係最值得自豪嘅成功。所以今日想分享嘅呢本書《巴菲特俾仔女嘅10個投資忠告》，書中所提到嘅其實就係巴菲特喺日常生活入邊點樣一步一步將投資經驗、投資忠告傳授俾仔女。而呢啲內容唔單止適合做父母嘅要讀，亦適合每一個投資人去認識同了解，因為佢處理嘅正正係你我都會遇到嘅迷惘，點樣面對波動，點樣控制情緒，點樣分辨機會同陷阱。書入邊透過佢同仔女嘅對話，將佢喺市場上點嚟點做，清清楚楚呈現出嚟。目的得一個，等你讀完之後，唔再俾投資嘅迷思牽住鼻走，而係真正建立自己嘅判斷，然後有所斬獲。呢本書想我哋知道，投資唔係比邊個最聰明，而係比邊個最清醒；唔係比邊個最敢衝，而係比邊個最受得住。你未必要做巴菲特，但你可以學巴菲特嗰份紀律、耐性同埋面對風浪都唔失手嘅心。只要你肯由今日開始成為一個更冷靜、更有原則嘅自己，你已經踏出贏到最後嘅第一步。嚟緊我會1連2集分享2個我認為大家都會有興趣了解嘅忠告。同樣啦，係正式開始第1個忠告前，請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巴菲特俾仔女嘅第1個投資忠告係：理性壓倒感性，先可以屹立股市中。聽完第1個投資忠告之後，你會知道投資不敗嘅金律，成功者必備嘅心理素質。投資唔會失敗嘅金律係咩？巴菲特認為係安全第一，賺錢第二。你可以唔信我，但你一定要信一樣嘢：喺市場入邊，贏家唔係最叻預測嗰個，係最識保命嗰個。投資唔係鬥快，係鬥長命；唔係鬥一鋪發達，係鬥10年、20年之後，你仲喺度，仲有籌碼，就仲有選擇。書中提到，有一次聚會，巴菲特嘅仔女問：人人都話投資有風險，咁到底安全重要嘅，定係獲利重要嘅？巴菲特答得好簡單：安全第一，賺錢第二。呢句說話聽落好似老生常談，但你真係入過市、輸過錢、夜晚瞓唔着，你先會明，安全唔係保守，安全係你繼續玩落去嘅資格。本金一雙唔係少咗嘅利潤咁簡單，係你嘅人生節奏、家庭關係、情緒健康、未來計劃，全部都會被拖入去。我見過唔少人一開始入市同自己講：我唔貪嘅，賺少少就得。但一見到隔離同事話呢隻今日升咗20%，群組有人貼單話1晚翻倍，佢就開始失控。市場最可怕唔係跌，最可怕係你以為自己唔會死，於是行近懸崖邊跳舞。真正嘅投資高手，第一件事唔係問可以賺幾多，而係問最差情況發生，我會唔會出局？所以巴菲特一直反對投機，就算佢哋嗰啲信譽好、前景大嘅公司，佢都會設一條線，我哋叫佢做安全線，或者你可以理解做防撞欄。因為佢明白股票價同公司經營之間嘅關係好複雜，任何人都會估錯，包括佢自己。你唔設定條安全線，就等於你開車唔綁安全帶，仲要話自己駕駛技術好，技術再好都會遇到黑雨、大意嘅行人同無燈嘅街道。市場就係咁，唔會因為你努力就對你溫柔。講咗咁耐，咁咩叫安全線呢？安全線唔係一句我覺得差唔多咁簡單。安全線係一個概念，你知道市場會波動，公司會有意外，自己會有盲點，所以你買入嘅價錢要留有夠大空間。只要你喺安全線之內，即使你估錯少少，或者世界突然出事、利率急升、政策轉向、行業突變，你都唔會俾一下打到致命。你可能會痛，但係唔會死；你可能會慢，但係仲行得；你可能要等，但係仲等得到。投資最怕佢唔係短期回撤，係不可逆嘅崩潰。點樣先可以做到嘅安全線內投資？巴菲特講到最關鍵一句：堅持低價買入。你買得平，利潤空間自然大；你買得平，風險自然細。
呢個道理其實同買樓一樣，你高追買入，供款壓力大，心理壓力大，樓價一回落你就慌。但如果你買得合理，甚至偏平，市況波動你都仲有餘地。安全線唔係靠祈禱，而係靠買入㗎。我再講個有錢人嘅故事俾你聽，唔係教你炫耀，係教你見識。以前有個做生意嘅前輩，身家過億，佢唔係靠消息致富，佢靠一個習慣，永遠唔俾自己資金斷氣。金融海嘯嗰陣，人人賣樓賣股，銀行收緊貸款，佢反而坐咗辦公室慢慢飲茶。有人問有錢人：你唔驚咩？咁多機會唔去撈？佢笑笑口：機會日日都有，但我只要喺我哋安全線內出手。我唔想贏一鋪，我想贏一世。結果呢，好多公司斷資金、自賣資產，有錢人用現金同耐性逐樣執平貨、收租物業、優質股權，甚至連一間好賺錢但係周轉出事嘅工廠都俾佢用合理價錢買到。你諗到嘅係佢好運，其實背後係佢早10年就規劃好，唔槓桿過火，唔追高，唔亂借，唔做自己唔明嘅嘢。有錢人唔係唔做冒險嘅行為，有錢人只係唔做會出局嘅冒險行為。巴菲特認為，投資者喺安全線內進行投資嘅關鍵，在於堅持低價買入嘅原則，所以佢鍾意研究低成本運作嘅公司，例如報社、家具店、飲料公司。聽落唔 sex， 但勝在捱得，因為低成本公司抗打擊能力強，遇到逆風都唔易死，而且成本低，價格有優勢，賣得出就有現金流。現金流無論對個人定係企業都好似氧氣咁重要。你要記住一句，投資唔係追夢，投資係買現金流。當你買嘢係穩定現金流，你就買緊生存能力；當你買嘢係概念同故事，你就買緊希望。希望值唔值錢？希望好貴，但亦都最易歸零。當然，現實投資最難係咩？就係你永遠唔會知道邊一刻係最低，你可能等到天荒地老，或者一買就再跌，咁點好？所以安全線嘅精髓唔係叫你神準抄底，而係叫你用理性價錢入場，留足安全邊際。你唔需要買到最低，你只需要買到夠平、夠安全、夠值得等。1988年，巴菲特買可口可樂，當時好多人唔明點解要用高過帳面價幾倍嘅價錢買一間回報率唔算誇張嘅公司。但係巴菲特睇佢唔係一季兩季嘅成績，巴菲特睇佢係品牌嘅護城河、全球分銷能力、現金流嘅持續性。佢甚至將未來增長折算入價值入邊，市場笑佢買貴咗，佢笑市場短視。重點係佢唔係亂買貴貨，佢係等到股價回落到接近佢心目中合理而且有安全空間嘅價位先大手出擊。呢個就係耐性加安全線。你知唔知真正有錢嘅人最值錢嘅資產係咩？唔係冇咗嗰幾層樓，唔係冇咗嗰架車，係冇咗嘅耐性。耐性令你唔使追，耐性令你等到平，耐性令你唔因為人哋賺快錢就自亂陣腳。巴菲特講過一句好狠但好真嘅話：成功投資者好多時只係做2樣嘢，揸住大量現金，然後耐心等待。聽落好悶，但係悶先至賺到大錢。刺激通常係用嚟俾你交學費。投資就似打仗，生存先係勝利嘅保證。你唔好同我講，我想1年翻倍。你要同我講，我想10年後我仲有本金，仲有能力，仲有心態喺市場揾食。巴菲特嘅思想好多都源於老師格雷厄姆，無論你做到幾大，都唔好忘記安全第一，賺錢第二。呢句係投資界嘅救命符。講到心態，我一定要大聲講，市場最易打敗你哋，唔係新聞，唔係利率，唔係 K 線，而係你自己入邊嗰2隻怪獸：貪婪同恐懼。市升你怕錯過，市跌你怕輸清，於是你就最貴嗰陣衝入去，最平嗰陣逃出嚟。呢個世界最殘忍嘅地方係，你嘅情緒會逼你做最差嘅買賣。點解？因為大多數投資者總係市場上一有風吹草動就躁動不安，從而失去冷靜嘅判斷，致使自己做出錯誤嘅決策，進而導致投資失敗。所以巴菲特同佢嘅女蘇燦講：越係動盪，越要淡定。淡定唔係天生，淡定係訓練翻嚟，靠規則，靠安全線，靠你肯承認自己會錯。
再講個真實味道嘅有錢故事。我識一位做家族辦公室嘅朋友，佢嘅投資規矩好簡單，任何投資先寫低，如果錯咗會點啊？佢哋唔係唔做高回報項目，但每一次都會問最大損失係幾多，會唔會影響家族現金流，會唔會逼住佢最差時候賣資產？如果答案係會，即刻唔做。結果10幾年過去，市場幾次大上大落，佢哋冇一次要跪低賣好貨。人哋輸嘅時候佢哋買，人哋貪心時候佢哋收手。最後佢哋越嚟越有錢，唔係因為佢哋每次都神準，而係因為佢哋每次都可控。你要記住，投資要膽大心細，膽大係當機會喺安全線內出現，你要夠膽落注；心細係你要做足研究，唔係靠直覺同傳言。巴菲特買政府僱員保險公司嗰類案例就係典型，人人覺得佢哋因為公司瀕臨破產，但睇佢到行業特權、成本優勢、長線潛力咁冷靜、咁分析，佢咁成功唔係因為佢唔驚，而係因為佢知道自己驚嘅，點樣唔俾驚控制自己。最後我想用巴菲特最出名嗰句做結尾：一鳥在手勝於二鳥在林。你手上睇住一隻真正好嘅、賺到錢嘅、有現金流嘅、有護城河嘅企業，就去長揸佢，遠勝過你追逐一揸聽落好靚、人人睇好，但係唔知幾時先賺到錢嘅概念股。網路泡沫年代，全世界追捧高估值，巴菲特俾人笑老餅。短期內佢都真係難睇，但泡沫爆過一下，5萬億美金蒸發，先證明唔追熱門，有時先係最高級嘅勇敢。到最後冇揸住嘅保險股，反而為咗帶嚟數十億美金收益，因為佢哋嘅唔係股票，係生意。佢買咗唔係希望，係現金流。所以各位，如果你今日只係帶走一句，你就帶走呢句：投資唔係點樣賺最多，而係點樣唔好輸到出局。先確保安全，再談獲利；先守住本金，再追求回報；先建立規則，再相信直覺。當你做得到，錢唔係你追翻嚟，係你嘅紀律同耐性，自然會將錢帶到你面前。各位，你又同唔同意巴菲特嘅投資不敗嘅金律？不妨大家留言分享自己睇法。如果你覺得今集有用，都請分享俾家人同朋友，點讚、訂閱，多謝支持。我哋下集見。